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南投信义乡双龙水墙的七彩吊桥，本地4月要来开放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一直延时间。即摆疫情较回落，南投县政府的规划6月20要来开放采网络订票，4天到7000多人来预订，真侪人拢想要来体验这座全国上壮观、上震撼的吊桥。 这是全国上长上悬的吊桥，南投信义乡双龙水墙七彩的吊桥。七彩吊桥342公尺长，上悬的所在110公尺。较特殊的所在就是有七彩的桥面，周围拢是纵宽的山壁。还未开放，就足侪人讨论啊。彩虹的颜色，就你走一段，它都会步道那个。 桥都会颜色不一样，拍起来很漂亮。七彩的颜色吧，这别的地方我们看不到，而且再加上后面2个瀑布，有一个层次堆叠，感觉效果很棒。原本这个七彩吊桥是要伫4月开放，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延后，县政府即马决定疫情较无遐严重啊，6月20开放。那目前我们一上网将近4天那目前已经涌入超过大概7000多人上网来订购。 七彩吊桥是伫深山内底，若要去遐会当行国道3号到水里，再去行台16号线到双龙部落，车会当停伫双龙桥，再去坐专车，也是讲甲车停伫水里的停车场，再去坐公车。县政府嘛提醒，初期开放有限制人数，中昼进前800个人，下晡700个人，为着控制人潮，现场无卖票。